我是复数。有你的了，我敢若你有了对吧？有你，有我，复数叫做咱，爱听有无？有足规则的无？有无？所以你若用汉字写这个规则，你敢看会出来？看袂出来，对吧？写会出来，写会出来，看会出来这个规则无？看袂出来。但是因为它的秘密藏在哪里？藏在发音里。可是你用汉字写的话，发音是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要用罗马字写，它的秘密你就会看出来。爱听好不好？爱听好了哈。所以你看，哦，所以来，我来放大。继续。所以台语啊吼，你一定要去讲，你去讲的时，你一定要讲出来。啊，去讲的时，要去体会迄个到底有啥物秘密伫内底安尼啦。哦，到底有啥秘密伫内底啦吼。好，时间的关系，时间真仔是无济啦吼。唔知会附算配几棒无？若无礼拜再去再来算啦吼。来，另外一个秘密伫倒位？台语的秘密在除了发音以后，第二个讲声调啦，吼，声调啦吼。你知影吼？英语是无声调的啦，对吧？英语跟它重音非重音嘛，对吧？是不是安尼？所以会当讲吼，一句对话是安尼，一段对话是安尼。I'm a man, a man, a man 哇，什么意思？第一人讲 I'm a man 就是一般讲话嘛，对吧？啊，第二个人讲a man 是什么意思？怀疑的意思嘛，你头毛才长着，啊打扮安尼讲是 a man 啦，对吧 ？a man 啊，第三个就讲 a man 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意外较强烈的表示嘛，对吧？但是虽然是有这种语气的相差，但是 man 的意思会改变无 ？man 的意思有改变无？无改变对吧？所以因为伊安怎伊英语 man 拢共款对吧？但是所以美国人学台语啊吼，拢会学华语啦，学华语拢会。我带我们家的狗子出去散步。我带我们家的上面狗子出去散步，狗子出去散步，对吧？哈，狗子跟狗子有共款无？狗子跟狗子有共款无啦？无啦，狗子是 hook 对吧？啊，狗子是 dog 对吧？是不是无共对吧？可是但是你若和美国人讲起来，我们家的狗子被狗子勾到了。是不是拢共款？讲起来是不是拢共款对吧？因为安怎？因为英语内底无声调啦，所以讲华语的时声调就走袂出来，所以狗子甲狗子分袂清楚。啊吼，台语搁较惨，狗嘛 hook 对吧？狗 monkey 对吧？狗 dog 对吧？佮三种比华语更加复杂，因为华语敢若4音5音尔，对吧？哈，5音，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轻声，我敢若5音，台语有8声，更加复杂，对吧？哈，啊，所以哈，对吧？美国人讲北京人讲，我带我家的狗子去散步啊，狗子哇哈，所以但是台语的狗啊，你看我问你吼，阮姨啊啦，阮姨啊，有相像无？阮姨啊，有共人无？好，较后壁两个姨啊甲姨啊有共人无？无共人哦，阮姨啊甲阮姨啊无共辈呢，无共缘呢。阮姨啊是啥？姨啊是妈妈的姊妹仔来按，就无毋对啊，吼，对无吼？伊是家咱看到姨啊爱行礼对无？阿姨对无？阿姨啦，姨啊对无？姨啊啦，姨啊是阿姨，姨啊咧，阮姨啊是啥？阮某的姊妹仔叫阮姨啊啦，小姨子哇，哈，阮姨啊哇，哈，所以阮姨啊甲阮姨啊是无共的，迄差一缘呢，对无？差一缘呢，吼。你以后有可能会当甲恁姨仔做伙啦，你离婚，你甲恁某离婚有可能甲恁姨仔做伙，但是无可能甲恁姨仔做伙，安尼听有无？安尼听有啦吼。姨仔是啥？毋是啦，人啦，阮姨仔是啥？妈妈啦，水啦，中部人啊吼，有咱咧讲啊，迄受着平埔族的影响啦，吼，平埔族。因讲吼，姨啊，阮姨啊，迄就是共款讲法啦，就是讲吼，平埔族姨啊就是妈妈的意思啦，阮姨啊啦。所以你看，平平是共一个姨啊，三个是拢无共啦，敢若声调就会当分甲无共啊，你看。所以外国人学台语啊吼，
花洒洒啦，哦，到底是安怎啦？啊吼，啊八个声调其实足有音乐性的。你知阮伫俄罗斯读册时，伫罗西亚 Russian 读册时啊，因罗西亚人拢讲啊，恁咧唱歌啊？阮无啊，我就敢若咧讲话尔吼。啊，恁讲话哪会遮先唱歌啊？因为台语你看，有无？是毋是拢有无共的关键对吧？有无？所以你看吼，来，来，咱来量这啦吼，这边怎量？歹势无甲你招，有要招你去无？歹势无甲你招，有要招你去无？无对无？歹势无甲你招，有要招你去无？歹势无甲你招，甲歹势无甲你招，敢有共款？无共哦。歹势无甲你招，到底有甲招无？无甲招对无？歹势无甲你招，所以安怎？所以就甲你招对吧？吼，所以有甲你招，歹势无甲你招是有甲你招哦，歹势无甲你招是无甲你招哦，迄完全无共哦。但是写起来，敢若声调无共，敢若这个细的声调无共尔。歹势无甲你招，甲歹势无甲你招，安尼尔，敢若一个细的声调无共，意思完全无共，对吧？完全倒变。吼，过来，这边哪里啊？我唔敢互你去，所以囡仔拢不爱甲爸爸妈妈讲，我要去做冒险刺客的代志，对吧？吼，就我一开始去学台面的时候，我唔敢甲阮母啊讲，对吧？吼，因为伊讲吼，我唔敢互你去，对吧？吼，是毋是安尼？啊那我唔敢互你去咧，是要互伊去无？我唔敢啊，互你去啦，我唔敢互你去，啊你有要互伊去无？有啊，一定爱去，对吧？一定爱去。啊我唔敢互你去咧，是要互伊去无？无爱互伊去哦，我唔敢互你去是无爱互你去啦，啊，我唔敢互你去是你一定爱去哦，你一定爱甲我去哦，迄意思完全无共对无？敢若一字声调无共，来，这边来念，即阵雨水有够大，甲即阵雨水有够大，意思有共款无？无共对无？即阵雨水有够大是，即嘛雨落有无？啊，即阵雨水落较大，哦，无共对无？敢若阵的调尔，啊，搁来这边来念。欺骗你的朋友是上骗啥？欺骗你的朋友是上骗啥？我骗朋友对吧？欺骗你的朋友是我骗你的朋友对吧？我骗朋友啦，我骗朋友，欺骗你的朋友咧，是朋友骗我好无？意思完全倒变哦，上骗完全无共哦。欺骗你的朋友是你欺骗你的朋友对吧？欺骗你的朋友是朋友骗你哦。是毋是安尼？敢若你的声调无共尔，对无？是毋是安尼？过来咧，这边哪里啊？爱你的爱人是上爱啥？你爱去爱人对吧？你爱去爱人对吧？啊，爱你的爱人咧？爱你啦。爱人爱我对吧？倒变完全倒变哦，上爱上是倒变的哦。爱你的爱人是你爱你的爱人哦，啊，爱你的爱人是伊爱你哦。有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啊，这咧，拍我的囡仔甲安怎？拍我的囡仔真好，大家咱举一反三。拍我的囡仔是上拍啥？我拍囡仔对无？啊，拍我的囡仔是上拍啥？囡仔拍我对无？是毋是安尼？啊，这咧，借我钱啦吼，后日还你啦。啊，另外一个讲借我钱啦，后日还你啦。你要借多一个？这个要借后日还你的，还是后日还你的？后日还你的，因为安怎后日是当时明仔载对吧？就还你啊！啊，后日还你当时要还你，知影？人工的意思，后日是人工的意思，后日是明仔载，有无？借我钱后日还你，甲后日还你，无共对无？两种，遮的衫拢总100块。甲遮的衫拢总100块，有相像无？你要买倒一种？你要买倒一种？遮的衫拢总100块，甲遮的衫拢总100块，你要买倒一种？买第二种，我若买5领，拢总100块，爱偌济钱？500块。啊，若我若买5领，拢总100块，爱偌济钱？100块。爱听无？差有济无？所以你看。台语就是一个声调的语言，伊会用声调来分辨意思。所以我定来讲，我伫以前伫
医学大学咧教的是，我甲阮台语系朋友学生啦出一个题，我来我会行，你甲配美乐蒂嘛，你甲配美乐蒂，就有人讲拉咪啦，我会惊，免啥？我会惊，我会怕嘛，对吧？毋是我会惊，我袂使。第二个讲老师拉咪哆啦，我会惊，是啥？我会惊，对吧？你会惊对吧？第三个讲拉咪咪嗦，我会惊，是啥？我会安怎？我会惊，对吧？我会惊，对吧？伊就配袂出我会惊咧，是安怎配袂出我会惊？要安怎？我会惊要安怎配？美乐蒂应该爱配安怎？美乐蒂毋知影，我会惊，有无？我会惊，拉嗦咪，有无吼？因为是安怎？我会惊，有无？伊有关家分别无？对无？所以你要去体会迄个啥声调，毋是干那安尼学尔，讲是啥物硬背迄个声调，毋是你去感受迄个关家。所以你看台语敢若两个调是平平的调，一个是关平，一个低平。我问大家，倒一个是关平，倒一个是低平哦。两字就好，一字叫天，一字叫地，倒一字是关平。来，注意听我念哦，天地，倒一个是关平，天哇。是安怎天是天，是安怎天要叫做天？因为你看，伊是关平，伊是关平平，有无？所以天有无？地有无？是毋是低平平？所以地就是伫下面平平，所以声调甲意思有关联无？冇关联，你家己去体会迄个音乐性啦。所以台语的秘密，第一伫起音，第二伫声调，迄拢爱好好去体会。过来咧，起音有一个，头拄下有人来问讲吼。即个台语的发音上有两种啦，对吧？吼，上有两种来。但阮台中有两个所在啦，毋知遮有台中人无？一个叫大雅，一个叫大肚啦。大雅台语要安怎讲？大雅啦，大雅有无？大雅对无？大哦，大雅对无？大肚咧？大肚。外国人来台湾，即念要念大，念要念大，到底是写满是会念大，啥物是念大，拢共款对无？拢共款，大雅大甲大肚的大写系拢共款对无？因为伊有文音甲白话音。过来，高雄人来，即个所在要怎念凤山？你看背袂清楚，讲咧讲啥？凤山、公山，那念。江山吼，若念山啦，羊肉落加5箍，因为安尼外地人，一定外地人外地人就加5箍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凤山是真正有，凤山是山啦，江山也是江山拢会使，但是重要是即字叫山，即字叫山，对吧？吼。山当时要念山，当时要念山，我哪会知？看在地人要怎念，对吧？在地人安怎念就是安尼啊，因为台语有文白意度，所以这要怎念？素心汤碗啉4碗，对吧？这咧，九五汽油加500，5是毋是安尼？六合夜市行6遍，6合夜市行6遍，哇，是毋是安尼？是毋是拢无共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讲咯，台语有两种音，一种叫文音，一种叫白话音，迄嘛无共。你要安怎分？有关键啦，有关键。古早中国来，大部分拢会读文言音。较草地、较在地就会读白话音安尼，所以大人甲大人有相像无？无，大人啊，咱白白拢大人啊，你了解嘛，对吧？是毋是安尼？大人啊，是啥？警察啦，嘿啦，警察啦，以前有一个连续剧叫《玻璃市大人》，毋知你有听过无？迄个啥？玻璃市大人啦，哇，玻璃市大人，玻璃市大人啦。哇，是毋是安尼？迄个大人啊，哇，玻璃是大人啦，哇，迄大人啊，大人啊，但即摆讲大人有考试的意思啦，就是讲你若甲警察讲大人啦，莫安尼嘛，迄就是要甲你开单对无？你才叫伊大人对无？是毋是安尼？迄考试的意思啦，考试是什么？挖苦啦，挖苦，你莫黑白甲人讲，大人咧，
大人诶，大人就大就大人啊嘛，就大汉啊，毋是囡仔就叫大人嘛。大家拢会当是大人，但是无一定你拢会当做大人，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无一定大家拢做警察嘛，安尼就无共啊嘛吼。所以吼，有人讲吼，以前人讲学堂，要人讲学堂啦吼，人拢讲学堂啦，但是学校无吼。我以前甲阮阿嬷讲，阿嬷我要去大学啊吼，伊讲咯，大学哦。大学迄阮厝边就有啊，迄化粪池有无？大学有无？因为迄个学是啥？西学啊，西学啊学有无？大学有无？迄共音啦，毋是共一个字，是共音啦。因为西学啦，因为因拢讲大学啦，学啦，因拢讲学啦，学堂有无？我要去学堂啊啦，学甲学无共对无？无共啊吼，大人大人都拢无共好。所以你看吼，啥物时阵爱用文言音读？最复杂的就是电话号码啦，你拢念袂出来无？我的手机啊是空闲字，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吼，你迄个手机啊电话号码要讲，你就讲袂出来哇吼？是安怎？因为迄拢用文音读，有无？吼，是毋是安尼？1、2、3、4、5、6、7、8、9、10，有无？9、10。吼，是全是美有无？是全是美对无？啊，1、2、3、4、5、6、7、8、9、10，敢若倒一个音？文言音甲白话音共款，过来，搁听一摆哦。1、2、3、4、5、6、7、8、9、10，1、2、3、4、5、6、7、8、9、10。1就变1，对无？2就变2，3就变3，4就变4，5就变5，6就变6。7就变7就无变对无？敢若7啦，敢若7是共款的啦。莫问我是安怎，我嘛毋知，我毋知是安怎7是共款的，其他拢无共哇。8就变8，9就变9，10就变10，有无？是毋是安尼？文白伊就地名上麻烦啦，因为地名佫牵涉着我头仔讲的迄古早的来源有无？所以像景美。景美台语哪里啊？台北的景美，哇，景美女中啦，景啥？景美啦，吼，景美拢会使，还口音啦，就是较老辈拢知影对无？谁么叫景美？那为什么不写作景美？因为什么写景美不是念作景美？为什么不是美，而是景水？哦，景较水的哇，哦，谁么要叫做景美？因为安怎？因为安怎？景是啥物物件？你知影？景就迄当阵啊吼，伊迄附近有一支山无？乌来啦，伊平地无水啊吼，就是山顶啊吼，用迄管有无？接水落来山骹，啊，迄个管就叫做景啦。啊，景牵到景尾遐已经真棒啊，已经末端啊啦，地平啦，所以无法度去，所以是景的尾流啦。啊，到尾啊，拢讲佫嫌伊歹听啦，对无？像迄香港的，佫嫌伊歹听啦，就甲叫做景美安尼啦，话就甲改做美安尼啦。所以莫问我讲是安怎？当时要量文音，当时量白话音，看伊啦。就关渡要安怎量？关渡就是外地啦，加5箍对吧？干刀啦，干刀，伊迄台语就叫干，啥物干刀翻做关渡？迄个因为迄根本就是无共啊，华语是后来才学的啦，对无？咱若一开始就讲语言，一开始的人咧学地名，无咧用华语学的，有无？是毋是安尼？迄拢是后壁才学的，所以叫原本，所以北斗台语要安怎讲？对啦，就无中华人，你看，宝岛啦，水啦，宝岛肉丸对吧？宝岛肉，宝岛啥啊变北岛去啊？我哪会知？你去问候北岛的人啊，北岛是较晚号的啊，人原本就拢叫宝岛，啊你干嘛叫做北斗啊？哦，对吧？是不是安尼？哦，斗六的北边，所以叫北斗啦。安尼听有啦吼，斗南就是伫斗六的南边啦，就是台语就叫宝岛啊，甲斗六也无关系啊，对吧？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咧吼，名较如何？名有一个原则，黄西田名字要用文言音读，黄西田、黄西田一个艺人对吧？那如果姓就是产生姓啊。可是如果你要跟我讲说，哎呀，咱以前的总统叫陈水扁嘛，吼，但应该是陈水扁啦，吼，陈水扁，那叫文音读是陈水扁，那你若叫伊陈水扁，你讲水扁啦。伊敢知影你咧念，你咧甲叫，伊绝对毋知你咧甲叫。伊讲你咧叫山咯，伊讲叫水扁啦。是安怎？因为
名从主人，你知影？因阿爸细汉就叫伊阿扁啊、水扁，你怎要叫伊水扁？你讲着，你家己念唔着你的名，我念的才是真正的你的名，安尼够理，安尼无理对吧？吼，所以名从主人，若拄着名，伊的规则拢凊彩啊，听有无？伊有规则，但是若拄着名。地名就是照在地号啦叫啦，啊人名就照伊家己安怎叫啦，安尼听有啦吼，安尼啦。啊文白易读，所以你若飘罗马字，你会读唔对无？你就袂读唔对啊，对无？你若飘一个罗马字大硬甲大度，你是毋是袂读唔对，对无？所以罗马字嘛会当解决即个问题，对无？吼，来好，啊所以咱开始讲到啥？语法吼，语法。哦，就是讲，我看要有偌济时间，我看8点半，咱爱来算牌啊，语法的代志，礼拜才讲好啊。咱对发音、声调已经讲到文白易读啊，对吧？吼，咱讲一段落啊，吼，咱即马吼来看罗马字。咱头拄是讲啊，吼，你一定要用罗马字才学会晓台语嘛，对吧？真正呢，发音啦，发音的秘密一定要用罗马字才。而且你看，对外国大汉的囡仔来讲，罗马字比汉字好上手。10000倍，大部分的外国人学台语学甲足好的，拢是用罗马字去学的。我互恁看一篇影片，我毋知出有无。算了，迄个啥，我先甲这个关掉。好，来，我看恁，等下吼。滑鼠佫无去啊，鸟鼠啊佫无去啊，我一直甲刷过来对吧？哦，有啊，好，感谢。我互大家看一个例啦，吼，等我一下，好吧，算啦，即摆即个例啊，哦，来，哦，安尼放出来应该会使啊，吼，来。看袂出，啊，全荧幕了。来哦，你看这个，这个是乌人对吧？你的台语有比较无？无对吧？吼。伊讲啊吼，伊来台湾定定坐计程车坐免钱啦，是安怎？你知影？因为啊吼，伊种看人计程车司机看到一个乌人讲一个对吧吼，啊就用英语甲伊吐啊嘛，迄 where you go 吼，是毋是安尼？计程车司机就毋知影嘛，啊伊就开始甲伊唠台语啦，吼，我要去倒位啦，讲台语哦，司机就讲，你讲台语对吧？吼，就乌人讲台语。爱坐去你计程车面顶啊吼，啊计程车就甲伊开讲，知伊是新妇，啊定定拢无甲伊收钱啊，啊有厉害无？伊啊吼，伊看的圣经是罗马字写的台语圣经啦，罗马字写的台语圣经啦，所以因对外国人来讲是足简单啊，因为甲因的发音，甲因的迄个英文的字母就是差不多啊，所以因拢用罗马字去学台语。足紧的啦！你知影台湾有一寡教会较老辈啊吼，阿公阿嬷嘛会晓看台语。啊，有一个阿嬷，这故事足刺行嘛，足侪人有拄着啊。一个阿嬷就是讲坐火车，伊就摕一本迄个罗马字的圣经有啊吼，啊定咧读啊吼，讲什上帝因传安怎。啊隔壁吼，迄少年人就讲：阿嬷，你这么厉害！看英文能直接翻成台语呢，其实伊就是咧读罗马字的圣经啦，安尼跳啦吼，这个高兰心妇啊，足厉害。然后过来吼，你看吼，我搁互你看一个物件啦吼，一个日本人学台语。我滑鼠咧。你有看到拢用罗马字咧学有啊？
是不是这样？都用罗马字吗？日本人在教台语都用罗马字在学吗？主要拿好一个榜啊，看到没有？我是唔知影是咯，阿弥陀佛是要创啥啦？对吧？对不对啊？你看，因为记者不会台语，所以他那搞习音那个顺序错了，有没有？啊，海角七号啊，那日本老师。你看，对吧？罗马字在搞啊，有没有？因为从罗马字，你可以学到发音的秘密，学到那个规则，然后学台语就会很快。所以外国人在学这，拢用这来学的。所以我们也来学一下吧。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给大家看的例子啦。这个看不了了，来再看一个好了，再看一个，一下子1分钟就好。这美国囡仔呢，这是台湾囡仔呢。美国人呢，美国囡仔去讲台语呢，用台语教英文呢，有厉害无？你个台语有这个美国囡仔较厉害无？伊毋是讲警察甲你抓着呢，伊讲你若是歹人，啥物人甲你抓着？电啊，甲你抓着呢，伊连迄个台湾在地咧用的电啊，伊拢知影咧，有厉害无？所以外国人真厉害啊学袂了。电啊就是警察，警察啦，他真的是黑道用语啦。你看伊伫台湾住甲连迄拢学会了啊！你看，所以外国人啊外国人学台语啊但是嘛足济啦，毋是干那台湾人咧学台语尔啦，外国人学台语嘛足济啦。要安怎学啦？要安怎学？咱就来学一个啦当然有一个是拍拼啦，有一个是真拍拼来学。好来，咱要算牌啊，对无所以咱伫台语的字母开始学起，好不好？咱来甲大家讲啊台语要安怎字母啦？来。好先啊你拍一个物件啦，来，教育部台语拼音学习。你若拍教育部台语拼音的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教学网安尼，你就会查到一个教育部的网站，这是教育部的网站啦，教育部的网站，教育部的网站，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教学网安尼，你就甲点落嘛，你就甲点落安尼。点落以后点落以后就情有此境嘛情有此境就你就家己袂惊伊咧对无是不是安尼我家己袂咧你以后就有声母跟韵母对无？咱今仔先学韵母的好啊台语的韵母就是这一些而已这一些要安怎学？你甲点入去，点入去以后你看对，就是安尼嘛，你看，你就学会晓啊，对无？你若学了，可以当做小练习咧。母的是倒一个这是这是这是呀，你若听袂清楚，要搁听一届，你就搁点遮搁听一届嘛。母的
是倒一个啊，你就选嘛，吼，啊就选啦吼。所以这是韵，这是小韵。啊，这其实咱吼，这拢有甲你顺序排好啊啦。你看，过来就一，来大家对了对。来。哇，吼，安尼你韵母就会晓啊。来，台语其实韵母足简单，台语的韵母敢若遮尔。来，大家对我念就知影。来，一、u、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两蕊目睭乌啊，吼，啊一种是顶面有一点，吼，恁等下摕到刻字板的写法是顶面有一个乌点，迄两个拢共款是乌，乌仔甲蚵仔有共款无？你会去夜市仔食蚵仔煎还是乌仔煎？蚵仔煎对无？蚵仔甲乌仔无共对无？食菜人会当食蚵仔还是食乌仔？你看，想袂出来，食菜人会当食乌仔还是蚵仔？蚵仔啦，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吼，即个是蚵仔，即有穿蚵仔无？这生做圆圆就穿蚵仔对无吼？啊，两蕊目睭乌乌啊，是毋是安尼？所以这是蚵仔，这是乌仔，无共哦吼。来，搁念一解一、u、所以你看，你台湾人讲，你晓唱东阿无？是啥物意歌？你晓唱东阿无？东阿们同在一起，是不是安尼？东阿啦吼，东阿啦吼。所以啊伊有诶啦吼，这啊面顶有一点嘛，就啊伊有诶啦吼。来，啊，搁一个啦吼，搁一个啦吼，搁一个吼，等下吼。好，啊伊有诶，这拢共款啦，这伊就变u就变就变u就变就变往起往摇啊，摇下啊歌摇对吧？陪人客摇来摇去对吧？摇来摇去哇，往起往摇嘛是这个摇哇，啊我腰酸背痛嘛是这个摇啊。摇啊，摇来摇去嘛是即个摇啊，摇啊，啊即个咧，哇对无？威对无？威腰歪，你著是安尼甲练习加练啊，点入去看，每一个内底拢有例句，你著对咧念一个，你即个声母著足捌啦，足简单的啦，对无？声母著解决啦，咱著当语白啊，咱著当语白啊。声母会晓，咱就当语白啊。来，你这个是台罗拼音吗？对。那可以讲一下通用拼音有什么不一样？通用拼音在母音方面没有不一样。通用拼音在母音没有不一样。就是子音不一样。子音有一些不一样，然后那个声调标法不一样，那是主要的。母音没有不一样。那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用台罗是不是？对，台湾啊吼，台湾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通用拼音了，大家都用台罗，因为教育部现在都用台罗，所以学校教的也是台罗，认证考试也是台罗，就是整个台湾的那个体制都变成这个了，那历史文献最多的是教会罗马字，然后那个什么，那通用拼音现在大概是比较少人用的这样，好，所以这就是 R152，这样会了吗？然后我们就可以玩牌了。先来玩牌，母音会了先玩牌了，还是先介绍一下子音啦。等一下，既然来了，先介绍一下子音，因为之后可能不一定有时间介绍子音。声母啦，来，今天就爱讲安怎嘞？我以前有 Bopomofo 的时啊，你有问过老师问题无？是安怎 Bopomofo 是 Bopomofo， 不是 Bopomofo。啥拢是波波摸摸，毋是波登那个，顺序啥是安尼？你有问过无？你无问过老师这个问题嘛？你若问老师这个问题，伊安怎讲？就是波波摸摸规定就是这样，你问那么多干嘛？就背就对了，对吧？咱的老师就是安尼嘛，因为无人甲伊教啥咯，波波摸摸是波波摸摸嘛。来，这是有顺序的，来，大家叫我念 你有注意到拢是啥物音？b
有无？发音的部位拢是纯音，有无？双唇啊，来，这个来，的了，你有注意到发音的所在拢是啥？喙齿是毋是卷起来哇？了，是毋是安尼？所以像我是我学台语以后才知影是安怎，你知影？我学台语才知影是安怎，华语是安尼，因为有无是双唇音对吧？再来是唇齿音对吧？台语无啦吼，啊再来了了，哇，愈来愈后壁对吧？啊再来就是哇吼，是毋是安尼？但是你真个甲调换一下，你这两个伊写毋对，这两个伊网站写毋对，一直拢无改。因为伊这个对应的是鼻音，不一样。中文的那个结尾的话，中文的注音符号的感恩哦，哇，应该哇，不一样。好，所以好来，所以我们咱个念过一届就好啦，我们就反正玩牌比较重要，对吧？算较重，咱个规个念过就好来，你赶快点一遍吼，你看吼，你甲点一遍，赶快会有声。哇吼！你爱点这啦，啊，若听袂清楚，搁点一届，搁点你就搁念啦。因为即摆你说线上学习，即摆拢干那看，你是念袂出来嘛。所以它这现在都有语音的啦，都有语音的这样哦。好来，所以咧吼，咱就先来教这个声调啦吼。咱等下来算母音，所以咱个无，咱甲老讲注音要念一届对无？来，大家听好啦倒一个华语无？无华语无啦，中文没有么的音，所以没有这个么的音啦，所以无啦，你讲我无啦，你知道吼？我无啦，吼，是不是安尼？我无啦，哇，无，因为是无么的音嘛，啊，佮无倒一个音，歌的音，歌是浊音，落音华语无落音，所以我是歌啦，我拢会变我是哇。我是台湾人，我会晓讲台语，迄个我讲出来就是袂晓讲台语啊。第一个音歌就无去啊，你讲你晓讲台语，我来大家再话念，我，毋是我哦，是我，变怎练迄个音，你知影？你甲歌啊吼，你发歌大家拢会晓嘛，对无？啊头一直打起来来。大家无发袂出歌的音的是，迄就是歌啦。安尼听有无？你头一直打起来，大家发袂出歌，迄个音就是歌啦，浊音、落音吼，我啦吼。好，所以吼就是安尼啦，来，搁对我念了。我就是这个我吼，有无？叶菜的有无？的哇吼，叶菜哇吼，叶哇，是不是安尼？大叶哇，文雅哇吼，文雅嘛吼，来。好，过来，字，记，你有发现倒一排念两届？这排念两届对无？因为注音符号内底是甲伊分做支、吃、诗甲支、七、西哇吼。但是其实啦吼，支、吃、诗甲支、七、西，伊有美感，伊其实是共一个，你知影？伊其实是共一个，因为伊支、吃、诗、支、七后边一定要加哪一个母音？毋捌感受过对吧？吼，支、七、西后边一定要加伊，袂使加其他的母音。支、七、西后边会当加啊无？支啊要怎念？加中，搁加一个啥？
伊诶，伊毋是鸡鸭，鸡鸭是念袂好，鸡鸭永远是鸡鸭啦，永远是鸡鸭，永远斗袂起来。因为鸡啊，鸡七西后壁一定爱加一，鸡一鸡，七一七，西一西，啊，若个有啊，就变鸡鸭加，鸡一乌椒，有无吼？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呢吼，就是讲鸡七西后壁敢若会当加一，啊，支吃丝后壁一定袂当加一，其他拢是支吃丝，爱听有无？吼，好啦，不管。哦，迄注音讲起来，讲起来话头长啊啦，咱直接来算啦，吼，直接来算牌啊，来，先分组，咱会当分做啥物咧？咱会当分做真两，我遮有真两，三四五六组六副牌啊，所以咱分做6组，咱现场拢总有偌济人？紧嘞，分做6组啊，你一组会当有偌济人？紧嘞，来，咱一组来摕牌啊，咱节省时间，紧嘞。迄个会长，拜托你倒分一下好不好？咱用 K7扑克牌来学台语母音，很快的。我有6组，5个人嘛，有5个人一组好不好？5个人一组摕一副牌啊。好，你那边拿一个呀？好，那每组拿一个牌子来。来，还有没有来？太多人就牌很少，所以玩不起来。4或5个人一组，4个人一组，3个人嘛不要紧啦，3个人嘛不要紧。3个人嘛不要紧，来，这个有一组，有啥物人？这组无摕到？拢有摕到无？来哦，来，大家先夹，来。借我一副啊吼，大家先把有啊一有的二哦的拢总拣出来，啊个有还有2张是没有字母的，这一张跟这一张是没有字母写很多字的，有没有？啊，这2张是迄个啥？这2张是足侪字没有字母的对吧？这2张嘛爱哦，这2张嘛爱哦，啊个来有 I。只要有 I、A、N、G 嘛，拢算后 ，A、M、A、N 拢算后，吼来，有这几个音的，有 R、E、U、A、O 的拢总拣出来 ，R、E、U、A、O， 啊个有安，反正就是讲有 I 拢总拣出来啦，啊个有迄几啊排啦，这拢爱，这个都要的，子音都不用，注音拢唔免。来哦，紧嘞！你若要坐伤欢喜啊，等下我都对，这个全部拿出来，因为那母音。你若敲母音，敲哦，安尼。母音来11把，来，紧好未？所以拢总应该有R、E、U、A、O、对，20张，拢总应该有20张对吧？恁算看卖，是毋是20张？有啊，紧嘞，恁算看卖有20张无？紧好未？有无？好未？20张对吧？无20张哦，无20张举手，我过来看卖。来，20张，若是20张就对啊。来，减2张，因为这种几了牌，你嘛是爱算啊。这嘛爱啊。这个拢唔免，这个拢唔免，这个爱，这个拢爱，这个拢唔免。你是不是20张？你算看卖。有 A 的都要，有 A 的都算 A 啦，现在算较简单的。这样是22张。22张对啦，22张啦，伊几啊排嘛有2张，我总有对，22张应该有22张对吧？无举手好无？有吼，拢有吼。只有18张。恁几啊排拢摕出来哦？8排。迄个爱，几啊排是爱。好来，字音咧拢摕边啊，字音先今仔无要用，先收起来。字音咧伤复杂，迄到时揽落算，大家会会来哦。所以字音甲插无清气哦，插无清气，洗牌洗干净，插无清气，
嘿，母音跟鬼牌加起来差不多1000起。来，子音的就不要了，子音就放旁边，就不要管它了。子音今天都不管它。来，好了哈，来，要开始讲规则啊，要开始讲规则了。来，甲牌啊吼，甲牌分互每一个人，照顺序哦，照顺序甲牌啊分互每一个人。啊，过来，来，先听，摕到的人先袂当看家己摕到什么牌哦，先莫摕出来看啊吼。来，你著先甲牌分了，分到了为止啊，有的人加一张嘛袂要紧啦，你著甲分到了。啊，但是啊吼，袂使偷看，你有什么牌哦？哦，袂使偷看你有什么牌哦？来，好袂？来哦，来，过来，分了未？我分了吼，来，过来啊吼，过来，就是讲啊吼，咱即马是安尼，跟心脏病一样的玩法，来轮流啊，就是讲吼，第一个人掀一张牌出来，伊爱讲啊，第二个人掀一张出来，伊爱讲伊，第三个人掀一张牌出来，伊爱讲有，第四个人掀出来，伊爱讲会。啊，第5个人出来讲第6个人出来讲哦，啊乌是乌1点哦，咱的牌仔面顶伊若是乌面顶1点，迄嘛是乌，吼，拢会看。啊，过来，袂使偷看啊。啊 A 摕到 ANG 的囡仔拢算 A 袂要紧，吼，其他拢算 R 啦。啊，若是伊显出来的，甲伊念的是共一个，大家就爱安怎？来拍，啊上面顶迄个就安怎？装修对吧？上面顶迄个就上输嘛，伊咱甲所有的牌拢收转去，啊看送先出了就上赢对吧？听有无？可是那2张，迄2张拢无字母的迄几啊牌有无？那个只要一出来，不管你念到啥，大家拢爱对就对啊。爱听哦，大家拢爱对，安尼。所以有 A 的，然后你要 R， 通通要拍。对。到 E 都要拍。对，只要你念的甲你显出来是共款的，你就拢爱拍对吧？啊？跟O也一样啊。如果你翻出来是的话，那你翻出来刚好是那人就要拍啊。对啊。没有跟O无共，O上面有一点没有。啊，过来啊吼，过来。啊，各位讲一个小技巧，啊是要大家先算3届。小技巧就是讲有当时啊，阮会骗人，你知影？就是讲你明知迄毋是，你嘛会伸手夹啊要拍，但是袂当真正拍落哦。大家就结果就好啦。好，来，大家一道先算3届看卖，啊看送上赢，上赢着1分嘛，吼，啊看3届送上赢啦。拍错，如果3个人拍错，拢拍毋着上面无，拍错啊吼。拍错应该是上先拍迄个，上面加迄个赢，迄个输对吧？来。好，我用中文再讲一遍，就是你手上拿到了大牌，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你手上拿了什么牌，对不对？照顺序，然后呢，每一个人第一个人翻出来的时候就念 R， 第二个人翻出来就念 E， 如果念错了，他就要收所有的牌哦，念错了就要收所有的牌哦，所以 R E U A O， 照顺序全都这样念。可是如果你翻错来的牌刚好跟你念的是一样的，大家就要去拍。最上面最慢拍的那个就输了，就要把所有的牌都收回去。最先出来就赢了。可是如果拿到没有字母的，就是鬼牌，就所有不管你念什么，大家都要压就对了。好，这样听得懂吗？然后就是最后先出完的就最赢。连续赢3次的，看有无？有人连续赢3届啊吼，我们就是大赢家嘛，对吧？吼，咱算3届，大家先算3届再讲啊。看什么人赢呢？好，来开始算。若唔知，来问我，来大家再念一次，大家搁念一届就开始念，开始算哦。来，预备，开始来啊！E U A O。OK 啦吼，念着嘛爱收哦吼，R E U A O 哦，好，好来开始算3届。